花絲在地新聞繼續來看台北捷運信義線個延長的路段，馬上要通車了。但是民進黨的議員安建益來指控，講公司豐田宮這站7月初5迄天真好天，但是站內月台的天棚竟然崩落來，還有大量的積水衝入去月台，袂輸是室內的水牆同款。台北市長蔣萬安是回應講，迄是因為樓頂在洗塗骹。北捷信義東延段進入最後通車階段，不過廣慈奉天宮站不止議員揭露消防安檢未通過，就連天花板都有掉落意外。透過監視器畫面，會當看到7月初5下晡1點多，站內月台正鏡頭的天棚，敢若是袂堪的重量，向大面積崩落，大量的積水袂輸是水牆同款衝落來，甲邊的清潔工人驚到。因為當天其實我們在樓上做清潔地板清洗的動作，所以基本上那個水當然下來就會讓樓下的天花板清洗地板的水能這樣子倒下來，你沒有拖過地嗎？不過台北市長蔣萬安的講法，議員明顯是無接受。對這捷運局解釋，當日施工的廠商安排委外清潔公司做車站比萬川燈站塗骹清潔，因為使用大量的清水，才會滴水水沿川燈站的電扶梯、和樓梯口邊仔的建材石棚流入下骹比3月台站的天棚，最後因為天棚未堪的積水的重量發生意外。不過當延段的目標8月底通車，洗塗骹就會當予天棚崩落，到時間真正有法度會堪的來往的旅客。一切一定是依照相關的規定還有標準，在安全無虞之下才會進行通車。你們敢做嗎？請蔣萬安正視這個問題，好好的解決，好好的面對。如果如同你講的是因為拖地，那拜託你多拖幾次，看看會不會再掉下來。在議員野寮的過程中，捷運局嘛甲廠商還有北捷在站外繼續監測，不過甲預定通車的時間剩個外月，敢會當如期，而且安全無疑慮通車，外界會繼續關注。